各位歡迎收睇無線新聞。香港回歸14週年，特區政府舉行升旗儀式以及慶祝酒會，而民陣晏晝就由維園遊行到政府總部，提出多項嘅訴求，包括反對立法會選舉遞補機制、要求行政長官曾蔭權落台等。民陣話有超過10萬人參加，而警方就話5點半嘅時候有51000人離開維園。而曾蔭權喺酒會發言嘅時候強調，雖然政府出年換屆，不過喺未來1年仍然會繼續踏實工作，堅毅不懈，為市民嘅幸福奮鬥到最後1分1秒。先睇下晏晝遊行嘅情況。遊行隊伍晏晝3點出發嗰陣，市民坐滿3個硬地球場。民陣今年嘅訴求包括反對地產霸權同埋爭取普選。好多公共機構背後都係地產霸權去控制啦。其實包括呢個九巴、地鐵啦，好多低下層嗰啲，好似個劏房啊嗰啲咁嘅低下層嗰啲咧，即係有3層嗰啲，即係話有3格嗰啲啊，住嗰啲都好慘，我覺得。咁即係居住問題咧，香港係一個重要嘅問題嚟㗎。但係香港政府咧，遲遲都搞唔掂。亦都有人將矛頭直指行政長官曾蔭權。唔少人話，當局提出嘅立法會議席出缺遞補機制草案，令到佢哋走上街頭。遞補機制佢剝奪咗我哋嘅即係選舉嘅權利啦，跟住又冇經過諮詢啦，闖住立法啦，所以就要企出嚟遊行啦。你一來冇諮詢，二來咁你冇理由叫我睇開陳奕迅演唱會，你無啦啦叫我去睇林峯啊，大佬唔關係噶嘛，你應該退錢啊嘛。遊行除咗傳統嘅橫額，仲有唔同嘅抗議道具。遊行隊伍沿銅鑼灣鬧市遊行到中環政府總部。無線電視記者詹前榮報導。參與遊行嘅市民亦都有其他唔同嘅訴求，咁但係有鋪頭嘅老闆就話遊行影響佢哋嘅生意。遊行嘅人各有唔同嘅期望，有市民希望港人嘅內地妻子可以喺香港生小朋友。俾啲我哋港人妻子有啲床位去生 BB 咯，好唔應該係隔離香港要翻去自己嘅地方去生咯，唔公平。有市民反對興建第3條機場跑道。機場跑道會對於即係對於生態啦，或者係對於北大嶼山同埋屯嘅居民嗰個影響啊，同埋對於整體香港嘅生態嘅影響。亦都有市民關注民生嘅問題。居住問題啦，或者係嗰啲最低工資問題啦，好多人啲薪水啊好低啊，啲生活水平好低啊，咁啊政府好似好漠視咁。另外一批聲稱無黨派嘅人士等候民主黨遊行經過嘅時候，唱歌同埋叫口號，諷刺民主黨支持政改方案，唔全力爭取普選。警方在場維持秩序。遊行路線途經嘅車都要暫時停駛，沿途嘅商鋪亦都要暫停做生意。真係好靜啊！你問過成條街都成日冇生意。有店鋪就索性貼上告示，話休息1天。天氣熱，路邊賣涼茶嘅店鋪就生意唔錯。無線電視記者伍偉偉報導。7日遊行另一個訴求係反對立法會遞補機制。行政會議成員鄭耀棠重申，舊年變相公投嘅投票率低，政府已經掌握民意，推行遞補機制。